3年级的小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的谜语护照要教的是这个谜语4到6的解释哦。来看一个，咱第4句是啥？3年一轮，好派叫人。这个我们3年呢，它有一个闰月2月。它有29天，对不对？平常是28天，3年才有一个闰月。好派叫人这个有时候呢，别人的运气比较好，对不对？我的运气比较差。这个后来还是我也有比较运气好的时候啊，所以是风水会轮流转不是永远都是你好运哦。不过在这里我们也是要讲一样还是要努力啊，不能觉得说这个好运还是会降临在我的身上，就是不努力啊。我们还是要努力，才会有好的这个幸运才会降临到我们身上好，第5句是啥？有一好无两好。有时候呢，我们就觉得说，好像很幸运，对不对？希望能够更幸运可是呢，这个我们人就会劝你说福无双至不会好运都是降临到你的身上，而不是在别人身上，对不对？我们有这个小确幸就好了不要太贪心哦。来第6句，成果八斗，假果不走。这个呢，我们有些人比较信这个我们的这个佛祖，对不对？那可是我们还是要把自己先照顾好你自己都饿了半天，还在那边求神拜佛，这样子就不对咯每件事情要考虑它的轻重缓急，哪一个比较要先做？当然是急的事情要先做，对不对？再来就是重要的事情再做，那这个比较轻的事情可以慢一点做，缓就是可以缓一缓，更慢的事情再慢慢做了所以呢，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，最急的还有比较重要的事情要先做都是成果八斗，假果不走了来第7句，船过水无痕。这个呢，我们这个下次会教了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，就是教这个4到6的解释，已经教完咯。好，一样我们再复习这个护照里面第1句到第10句。小朋友，大家要一起来复习，来做伙念一次来，第1句开始。老话挂彩家有心，校长兼讲经，家长教我多，3年一轮，好派叫人有一好无两好，成果八斗，假果不走。船过水无痕，名好难对高群，进无步，退无路，两头亲骨。好，我们1到10的复习就到这里，下礼拜再会。